2025年3月20號喺新加坡國家體育場有新加坡對住中國香港嘅亞洲盃外圍賽。今日場波我哋非常之多嘅香港球迷已經搭咗4個長飛機專程嚟到新加坡支持我哋香港代表隊。你睇下現場個聲勢有幾咁好大。賽事最終以0-0結束，各得1分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香港足球。喺嚟緊嘅6月，將會有一場香港主場對住印度嘅賽事，希望大家繼續入場支持港隊。下一次球場見。